新闻要邀请所有乡亲来听音乐，一年一摆台乐高结国音乐节要搁开始啊！地点同款是要有民众伫台乐高结国之间欣赏音乐。今年的曲风呢真特别、真多元，唔但有古典的音乐、爵士乐，也有传统原住民的舞蹈甲表演。台乐高管理处就惊讲人会伤济，佮提供新城车头的交通车，邀请民众哪欣赏美景，哪听音乐。 舞台顶原住民穿传统服装，弹吉他、拍鼓，唱着原住民母语的歌谣，边也有舞蹈。这是今年泰鲁国音乐节，今年进入第18档。音乐节主打互民众伫结国中听音乐，这音乐唔有当地原住民的表演，也有其他各种东方西洋的音乐。感觉呢蛮雄伟的，就是在这个峡谷里面听这个音乐会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 今年音乐节节目真丰富，有古典音乐，也有现代流行、原住民的传统音乐甲舞蹈。会伫10月26日迄天分做下早甲下晡，互民众欣赏规天。今年我们就特别的准备了，花莲的交响乐团以及台北爱乐交响乐团来协力当演出，让我们的活动音乐能展现各种不同层次的音乐的色彩。 五行到时阵会造成大坦车，泰鲁国管理处有拟定接送的计划，新城车站拢有接送车往回活动的会场，互民众当一面欣赏泰鲁国的自然美景，嘛会当一面享受美妙音乐，度过休闲的周末。